同时，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明继续来关心咱这疫情哦。经过一个拜六礼拜，相信大家应该有好好观点伫处理啦吼。那么看到讲吼，台湾目前已经总确诊的这个人数已经来到4917人确诊哦，死亡人数嘛冲关到29个人来死亡，表示讲吼，这个疫情要搁咧增加啦吼，实在是真正惊人。另外吼，最近3天来，大家拢有听到吼，或者是这个校正吼补天也好，校正回归也好啦。等等，这个数字代表讲过去一段时间，咱的快速体检也好，检测也好，拢总来塞车啦吼。今日看到讲吼，佫新增加的这个案例内底334例本土案例，目前吼今日嘛新增加6例这死亡。另外，咱头拄讲的校正回归也好，校正补天也好，256例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等下好好来讲。尤其咱看到这3天以来，这个校正补天已经来到826例啦吼。但是中讲这个调整的这个通报策略减少到这款情形来出现。另外，咱的关心的就是过去咱一直咧讲的这个阳性率这个部分吼，尤其先来看到台北市这个部分啦吼。台北市吼，即阵有这个快速体检站，咱咧看到讲吼，今仔日伊公布这个昨的这个数字吼，5.9%，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咧？100个内底吼验到差不多要6个人吼，5.9个人来阳性，这个阳性确诊吼。但是3天进前，咱来看到讲，伊这个趋势受庆管的这个部分，甚至有到8%啦吼。咱讲吼，面对这个疫情，可能无法度安尼压落来，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咧？咱嘛讲到讲吼，这个专家嘛咧建议讲，是不是要延长咱讲吼延前这个3级警戒这个时间吼，本地要到5月28，某人讲可能在6月中啊，尤其咱讲吼，6月中过一个大节日是这个5日节啦吼。另外，咱来关心的就是讲吼，即阵快速体检这个部分，本岛遮疫情拓全台湾吼。另外，咱就看到讲离岛遮是不是要好好来做防护？金门县长伊讲啥咧？伊讲吼，即阵下令飞入去金门，都要来做什么快速体检吼。但是咱看到讲中央甲地方无共调，要安怎咧？即阵吼，这个陈市长嘛讲吼，全国应该要有一个一致的这个标准伫咧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网络顶真侪人吼，哇，家己会惊吓，讲是毋是当伫网络买这个快速体检的这个器材，消息已经违法吼。透过个节目，咱做伙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等下还有一位来宾哦，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英杰，嘛加入咱的这个讨论。先来带大家来看看吼，这个指挥中心今日个公布到334个本土案例，各有咱看到吼，这几天内底一直听到校正回归也好，校正补天也好，今日来到256例吼，拢总这个3天以来已经800多例，先做来听。今天总共有334例的本土，那256例的校正回归的个案，总计是595案。那5例境外移入，那6例总共有6例的死亡，新增的死亡。发病是介于今年的5月10号到5月23号。那个案分布以新北177例，板桥43例。那其实台北的99例，那万华38例，桃园19例，彰化12例，基隆、台中市各7例，高雄市5例，屏东县及台南市各3例，南投县及新竹县各1例。这一个礼拜了哈，那及时来把这些校正好，让它回归正常。那要观察这疫情也会比较正确。第3级原来宣布到5月28号。那专家已经建议我们要延长，专家建议我们要延长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在正在研议中。虽然看到讲校正回归也好，校正补天也好，就是甲过去无这个通报的案例，还是讲确诊，因为这个台江链还是台江的这个速度，因为这个大塔车无法度完全来定线，做一届来甲伊调整啦吼。礼拜六咱看到第一天，伊互咱一个数字，叫做400例，400例甲天落去。昨日170例，170例，今仔日是256例校正回归啦吼。咱头拄嘛讲到，拢总已经来到826例啊吼。伫咧这个图表内底，咱会当看到一个趋势，要是5月17这天啦吼，就是顶礼拜一上悬吼，本地是333，即阵校正回归了后差不多476例啦吼，安尼数字。
再减落去吼，差不多净差133例，安尼数字有惊人无？迄天若是吼5月17的时阵，就甲你公布476例，这代表是啥物意思？先来请教周理事啦吼。第一天吼，咱讲吼全台湾进入吼这个吼台北啦吼，进入这个这个第3级的这个境界，拜第一上班日吼，就甲你讲哇，我有这个476例，这做啥物款的这个影响无？多谢主持人吼。这个吼，多上班的时阵吼，有遮尔侪确诊出来吼，其实伫咱的民众的心肝头中吼，一定会造成一定的惊吓啦吼，因为咱拢惯习讲吼，咱已经是吼零确诊啦吼，加零啦，已经真久的段时间啦吼，即马出来讲，超过100、200，开始突然间跳到400几、500几吼，这真其实吼，咱一般的民众免讲啦，阮医生嘛是感觉讲真烦恼这个情形啦吼，但是一般的民众吼，伊个会无遮个资讯的时候，伊唔知影讲这到底是安怎引起的吼，应该是吼，大家像阮咧这门诊咧看患者吼，哇，大家来吼拢足烦恼的，莫讲因咧烦恼啦吼，其实吼，阮想讲阮厝的人，还是讲医护人员厝的人，伊嘛是真烦恼讲，烦恼讲因的子弟吼，即马伫咧病院咧上班，咧看门诊咧照顾病人，会有危险无吼？其实这吼拢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吼。是。这个吼，我只有一个甲大家讲一个代志吼。伫咧5月17的时阵吼，5月17的时阵吼，我有来这个节目吼，5月18吼，迄个检验师工会吼，理事长吼。紧急吼来搞阮的理事长，阮的理事长古泰湾理事长是立法委员嘛。你讲吼，因咧检验书吼挡袂牢啊啦。OK。吼，伊互我一个数字啦，讲吼，伊是一个医学中心的迄个吼一个数字，讲伊普通时啊吼，伊若咧做检验，因为咱知影检验书伊咧做检验的时阵吼。毋是干那咧做 PCR， 有诶血糖啦，一寡什物肝功能啦，什物迄个其他功能拢嘛爱做嘛。所以伊一般吼，因诶医学即个大间诶医学中心，因普通一工 PCR 是差不多做90个。吼，若是讲吼，因拢什物拢莫做，莫加班啦，吼，你量甲推落去会再甲120个。OK。吼，但是呢吼，因有估计讲，若是即个疫情较厉害诶时阵吼，因若什物拢莫做，大家拢来加班吼，会使冲到300。结果咧吼。5月17吼，就超过500件入来甚至吼，到拜4的时阵，5月20的时阵吼，超过800件，所以这一定会塞车的嘛。是。你塞车，你人总是有限嘛。这机器吼，佫毋是讲迄个全自动的嘛吼。所以吼，阮理事长，古泰湾理事长吼，伫咧过顶讲5月19，落紧一个文，互即个卫生福利部甲即个劳动部吼，叫伊来注意即个代志啦吼。讲吼，这人已经挡袂牢啊吼。万一若讲吼，咱头前拢做了真好。去筛检啦，做啥做啥去无人检，这毋是代志做一半，根本结果拢无好嘛吼。所以呢吼，咱昨有看到一个消息讲，迄卫生福利部吼要补助咱这个病院500万，吼，一间会使500万去买机器啦。迄机器什么意思咧？伊买较主动的，较无需要人工的。你知影讲吼，咱检验师吼，伫咧实验室内底吼，嘛是穿插迄个吼真高级的迄个防护装备伫吼。逐工伫遐吼，哇，佫点加班，其实吼，今仔日有一个甲我讲，伊吼已经2工拢困4点钟啊，迄是真可怜啦吼。所以吼，即个。为什么有会塞车吼？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确实的代志啦，吼，毋是讲吼这个指挥中心黑白讲的。但是我感觉吼，指挥中心吼，伊做了无好势。OK。为什么呢？伊知影塞车的时阵吼，伊迄阵就爱甲大家讲，咱这吼做袂了哦，咱即马公布的数字是做出来数字哦，可能吼未来几工有新的数字，咱会报起来。哦，咱先甲大家讲，咱大家吼，咱人民吼，佫一寡迄个其他的反对党啥讲哦，本来就会发生这个代志嘛吼，这发生这个代志时，因若佫正经加或者告警回归吼，这可能较无代志。即马雄讲出来，拢头前拢无先甲咱讲一下吼，人会怀疑讲哦，你要动骹手咯吼，还是讲你要或者盖牌啦啥吼，都爱伤东伤西啦吼，嘛是甲你惹麻烦。所以我感觉伊即摆代志吼做了无够有路啦。吼，其实伊这毋是袂使啦吼，咱有一个专家可能会小等来讲迄是啥物意思啦吼，我毋是迄方面的专家，但是咱即个故事吼一定是确实的吼，而且吼迄500万吼都是。卫生福利部就是安尼来，吼，就是咱区泰湾的立法委员，甲大家争取的。医检署的讲话讲，阮迄个医界吼大家长就是区泰湾理事长，阮医界是总体，毋是讲干那顾咱医生，咱规个即个吼一个叫做迄个咱的迄个
拢总的迄个医师、护士吼，啊个药师什么，拢是共一个团体，袂使互任何一个人倒落去吼。安尼咱甲这代志再办好较完成。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校正补贴还有校正回归也好，其实唔是歹代志，只是你可能先甲这个民众所说明这个。尤其咱看到讲快速体检这能量，买手过来进甲这个 PCR 其实这个时间嘛爱拖真长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迄当阵就讲吼，这个代志有塞车塞伫遐，大家吼可能伫咧吼校正了后，可能有一寡这个侦查啦吼，先事先可能伫5月15、5月16，才就看到这种情形，这会比咱讲吼，这礼拜六还是讲顶礼拜六再去公布，也较好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为着要互这个咱讲这个趋势会当完整吼，指挥中心嘛讲连续做3天的这个校正补贴也好，校正回归也好，所以咱看到讲这个趋势，伫咧5月15到5月这个17的时阵，有看到一个欠管的趋势。指挥中心嘛，甲咱讲5月15到5月17，即阵吼是这个疫情开始要闭关欠管的这个高峰期，有影嘛是看到这个部分吼。小人说来到遮吼嘛是有安尼一直落降的这个趋势，这个落降的趋势有代表什么意义无？因为这是确诊数的这个部分，咱先过来请教这个周研究员吼，这个趋势代表咱安全了吗？好，我即摆来讲一个哦，就共款咱是5月17号来讲吼，是，即摆是毋是讲即摆受理回归了476，咱一般来讲，咱的感染症的咱即个生物统计学的观念，就是讲包含咱即摆对这病毒的了解，是，伊的 R0值拢3到5嘛，好，咱就以5来算啦。你若476，你乘以5是偌济？差不多2300例嘛，2300例，你开始算看，到这时阵哦，从5月17开始，5月18到5月24，你甲算者，甲这确的数例你甲加起来，是超过2300例哦。意思就是讲，伊即摆 R0值，那是变成我5来算，是佫超过，表示讲咱即摆吼检验的数例吼，其实还不准确哦。检验的数例无准，所以检验的数例意思是讲，咱来体检的人，足侪人，但是伊佫一个乌数，就是我有的人并无去检验嘛，所以数例唔知影伊是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的，真正数例偌济。是，这咱即摆的数例是讲，咱因为框列疫调框列了，咱去做的检验的数例。是，吼啊，但是我单我从安尼来说。咱的即摆数字是比 R0值有较悬哦 ，OK， 就表示讲咱即个乌数佫低的，所以我即摆其实我持淡薄悲观的想法，就是讲，看起来咱即摆这波疫情还无得到控制哦，还未得到控制，但是因为咱即摆数字没办法真实呈现咱即摆实质上的确诊的数字，所以即摆就是其实吼，变到卫福部看爱想办法，免那个一寡热点的所在的居民呢。拢叫伊来做快筛，但是我知影快筛佫另外一个问题佫出来，伪阴伪阳，伪阴伪阳的第一准确率的问题，第二咱的采检的能量的问题，我知影，但是这目前是，但是你若无安尼做，你其实无法度知影。大家拢在了解咧确诊数尔，吼，一定约袂着安尼啦。是，就是安尼讲。所以咱即摆我讲持较悲观来讲，其实咱即摆袂使讲伊即摆病情变得趋缓，毋是，而是。所谓的控制当中，唔是看起来过来清关的时阵，而是一寡未感染源，就是咱唔知影真正感染源的所在，佫存在咧咱的社区内底。OK， 啊，这方面就是爱大力的疾呼吼，现在热点的民众，你家己感觉有感觉无爽快，还是你淡薄啊有感觉拄话过啊，别人啊什么？紧出来做筛检，这是咱应该爱做的。咱顶礼拜啦吼，也是讲疫情拄发生的时阵，有60万的这个信息吼，现在送出来发出来，其实都有真侪人去做体检。第二摆咱佫看到讲吼，这60万也未去做体检，伊佫家己发一届这个信息，但是收到信息有去做体检拢无要紧。但是咱即阵看到讲吼，有这个网咖卡价的这个人，甚至吼伫地点啊做工课人，小连续伫咧南投也是讲吼，伊讲啊，伊离开网咖了后。要搁去做代志，共款伫咧个南投啊，这个永兴会馆去做代志，这代表是讲啥？这代表是讲咱的这个乌素搁进入去其他县市的这个社区，这是咱爱特别来注意吼。尤其咱过去一直咧讲的这个阳性率的这个部分，
咱本地望讲，这个阳性率是安尼落降吼，这个趋势是好的，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台北市的这个部分啦吼，台北市的部分另外一张图先等下再带大家来看，先来看到这个体检的这个数字啦吼，自这个5月20开始吼，拢是差不多1200外吼，甲1300外上悬吼，啊5月23 99吼，这个992啦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吼，其实嘛是有咧欠悬。另外看到新北市遮吼，伊的这个能量吼，啊其实伊的这个体检站5月17才开始设吼，伊的能量本地吼也未破千，但是到5月21号开始拢有欠悬吼，1500个人，啊1300个人哈，甚至讲1440个人去做体检吼，啊这个确诊阳性的这个部分吼，嘛41个人、56个人、58个人，2.7%、4%啦，这个阳性率的这个部分，台北市顶礼拜。互咱较惊吓，但是新北市即阵讲维持2.7%甚至4%这个部分，这阳性率敢有准？来继续请教林秘书。这阳性率当然是有采检的人，你才有法度去采检嘛，有想要来采检的人啊。但是足侪人是无要采检的哦。是。我较早拢讲冰山的理论嘛，浮伫海面上的冰山，当然你看一角的啊。是。啊，沉伫下骹啊，足侪的啊。啊，因为这个镜头本来就无镜头的，佮轻症的人，遐个人敢要想要采检？是。伊嘛想讲伤费气啊，佮去采检，佮要了偌济时间的。啊，我若无好，我著好势，我是安那去采检？是。对吧？佮用毒片啊，我来讲吼，迄片啊，迄个撑一支迄支锤啊，那个入去练的，你话袂爽快咧。所以一般的人，足侪人可能是有得着，伊嘛袂去检验啦吼。OK。啊，所以咱检验到的，咱普通是。那看冰山迄个角头，你看会到的；沉伫海面海下骹，你看袂到啦。但是你若看阳性率，我是感觉也会使讲。你看阳性率吼，伊无过一直欠悬啦吼。理论上你若无咧甲控制，伊阳性率一直悬起哩嘛。你一个传3个、3、5个安尼一直传，你一定阳性率一直悬起来啊。啊，你若讲阳性率无一直悬起来，我是感觉也可以当小可乐观啦吼。当然，但是对我来讲，我是讲是偌济人钓吼，迄无介重要。偌济人单杯，迄较重要啦。OK。你即个偌济人单杯，你有迄个病房好大无？我都甲救倒来无？迄较重要。啊，若无你亲戚的人钓着了，哪做阳性共款？是。我若钓着，我做阳性嘛是安尼钓着，我钓着就身躯就有抗体，我就有抵抗力，我就袂可以钓嘛。咱像你安尼讲，咱较早讲咧出片啊、出毛啊。啊！你钓一摆，你永久就袂搁钓啊。当然，这个病唔是讲钓一摆就袂搁钓，这搁无共款啦。搁会复阳啦吼。但是第一期内面，是几个月内面、半年内面，你可能袂搁钓啦吼。除了这个病毒搁变化较足大，变做一个新的病毒出来，啊，当然你就搁钓啊。啊，就咱讲啦，流行感冒啦。是。你是安怎当年咧做流行感冒的用啥？伊就是讲这个。流行感冒本身会个变化嘛，啊，伊个变化变一个新的病毒出来阵，你的抗体唔捌你啊 ，OK， 你就无法度搁甲抵抗啊，所以就变做个会个得病，所以流行感冒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咧讲吼，这个武汉肺炎，咱咧讲这哪流行感冒共款，但是伊比流行感冒较严重，重症的真济，流行感冒的死亡率吼，估计大概是。0.1%呀，1/1000的。OK。但是这个武汉肺炎偌济？这阵全球是2%多。1%甲3%。是。所以你讲这吼，这是比差不多流行感冒较重的10倍。10倍哦。20倍听有。啊，伫迄有一寡国家，甚至30倍、50倍嘛有啊。啊，伫台湾来讲，咱可能来讲，大家咧预防，若较好势来讲，咱的死亡率较袂遐悬吼。啊，当然这。甲种族嘛有关系，你若种族较受偏向欧洲、美洲、南亚这个族群吼，可能较容易有重病吼。啊，咱台湾这族群可能较袂遐严，但是安尼对咱来讲嘛是算严重，因为死亡率虽然低，但是伊传染的人足侪啊。OK。啊，你讲你讲好啦，你讲你1%啦，100个一个翘去，啊，你1000个咧，10个啊，10000个、100个咧。是。啊！你台湾2300万人咧，啊！你要安怎偌济？有啊！啊！你数目你甲想看，安尼就偌济人去啊！所以咱嘛袂使轻忽一个，咱嘛是爱真严厉去对待这个看这个病毒啊，尽量爱预防，莫互伊传染着。啊！若无，咱咧病一个倒。
你看迄医护人员嘛，一个，迄种隔离起来，迄种关起来啊。上重要讲来，你看今仔以色列啦，以色列今仔讲伊免挂嘴嘛，免挂嘴嘛，无要紧啦。伊用啥人资料？但是台湾都无嘛，台湾都无迄个环境啊。台湾即摆注意用啥人偌济，2%看偌济，1.5%尔，1-2%尔。啊，你当时我就解封啊，无可能嘛。是，你要解封，你想要大家用啥较自主的？你上紧吼，看你今年的秋天开始，看有法度无？啊，你用啥都无入来啊！啊，你干那要靠讲刮喙烟、刮鼻带喙，你鼻带喙当闭偌久 ？OK。你一工嘛是爱搁出来，啊搁出来嘛是搁传染，啊搁封城，所以国外足侪迄个啥封城、解封、搁封城、搁解封，啊封来封去，大家拢疲劳呀。无多啊，是啦吼。到尾大家嘛起毛一摆啊，不管伊啊啦，刷去嘛是爱做会出来啊。有影，但是医风社关紧入来较重要啦。医风社吼，终基本也是这个医风社较重要，但是咱讲这个医风社吼，即阵差不多70多万剂啦吼，拢要吼，互这个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来去做。咱头段嘛讲到啦吼，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吼，阳性率的部分嘛是有会当去做参考的这个依据吼，但是到底有镜头还是无镜头，还是讲吼，经过这个卡者到底有出来体检无？这是一个部分。啊，有这乌素是毋是已经探漏到这个全台湾去吼？这边是咱爱去注意的。尤其咱头拄讲的这个趋势吼，自这个顶礼拜咱咧讲的4.6吼，咱看到这个数字哦，有哪欢喜？但是哦，3天无来这个节目头底讲尔吼。咱看到讲安尼一直撑起，啊，到今仔日虽然有这个落降的这个趋势5.95，咱嘛望讲这个数字会当搁较降啦吼。但是头拄也嘛有讲到吼，咱所有的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上惊是讲吼，真正这个到尾死亡的这个部分，还是讲重症的这个部分，咱头拄讲咯，4900外的人确诊吼，这个咱讲这个死亡的案例差不多29个啦吼，安尼去算起来，咱台湾虽然才0.58%尔吼，这死亡率无悬，但是这咱讲吼疫情。长咧炭烧，长咧发展当中尔吼，所以这个数字咱可能佫会看到伊增加的这个爬升伫咧啦吼，所以咱这嘛是要好好来观察啦吼。另外，咱要先过来讲到这个快速体检这部分，咱看到讲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即阵拢是无共调，这个做法真济啦吼。尤其看到讲吼，这台北市讲要做啥？这个若是讲这个快速体检，你若是阳性，直接送这个直接这个集中啊，这个检疫所啦吼。另外吼，啊，这个其他这个所在是中央讲的，就是讲 PCR， 才爱去做一寡吼，这个集中检疫所的这个处理等等。所以咱看到讲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其实拢无共调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其实有的这个县市政府，嘛有紧张，头拄咱讲到吼，亲像这个金门这个所在，家己讲要吼入去机场内底吼，你若是非入境，你就要去做这个快速体检。即阵咱看到讲中央嘛讲袂使嘞，因为违反着这个吼，咱过去有一寡这个规定，得来先做回来看。早起金门航空站的人员，甲金门县政府设置咧机场的快台站拆掉，所以引起金门县长杨定国的不满。那你还没有反应之前，你没有警示之前，通通不晓得的情况下，你就拆掉。现在不能快杀，自愿的呢？自愿的呢？也未出现确诊病例，金门伫礼拜宣布，对2时开始，旅客爱提供3天内采检阴性报告，才会当入到金门。若准无，就要伫机场接受快筛，就算是阴性，也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金门的民众也拢真支持。现在只有台湾有疫情嘛，现在我们那个金门本岛还没有，代表说我们对这个防护金门乡亲也是非常的小心。如果真的有发生疫情的话，我也会担心说我们自己的金门的医疗网够不够。不过中央无同意这款的做法，宣布撤销地方的决策。中央流行指挥中心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37条的相关规定，请各地方政府来配合，达到全国防疫标准一致、说法一致、脚步一致。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规定，地方政府有权利在疫情期间管制交通，限制民众坐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出入特定场所。但是，同一条也规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期间，要依照指挥官的指示办理。指挥中心强调，避免各县市一人做一样，造成混乱，影响到防疫，所以撤销地方政府的公告。不过，金门县政府表示，已经伫17、21这2天向中央发公文，却拢无得到回应。对中央撤销公告，金门县长杨定国表示遗憾。好，我们会继续跟中央来沟通，好，按照我们3级的方式来鼓励我们的乡亲，做快筛。
本地要对咧公告的片湖表示，也是希望民众先做体检无问题，再来到片湖，这几天会向中央来发文。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这边的一个提示，那我们会正式来向疫情指挥中心来提出，来在澎湖机场来设置快筛站的一个计划。片湖县政府表示，金门、片湖、马祖态度拢同款，外岛医疗资源不足，希望先做管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就外岛的医疗量能、防疫标准进行综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到讲中央地方这个无共调这部分哦，针对着快速体检吼，这个金门县政府的这个心情，大家嘛理解啦吼，就是要互这个病毒挡伫咧这个外口，卖互伊入到金门内底。但是安尼会造成什么款的这个影响？先来请教周律师。是，这个金门甲这个澎湖这个地方的父母官听小伊的民众要来有这个措施其实咱会使体谅因的心情因嘛是会惊，因为伫离岛甲咱本岛医疗资源是差足济。咱本岛你看即马都已经弄到安尼，敢若足紧张的安尼若伫遐若是爆发咧疫情可能会更较害啦但是咱因为咱法律规定嘛对，头拄仔咱有讲到讲传染病防治法第34条就是讲，若是咱已经有成立迄个指挥中心的时阵若要做这个代志，爱和指挥中心来下令，袂使讲你地方家己来大主大意来做。若毋是讲，若是一般的传染病，若毋是讲这个若无迄个指挥中心的时阵，其实伊有这个权利啦你若讲我拢这个指挥中心讲无甲讲，我就该做我嘛做遐做，咱后摆若讲坐高铁去高雄，是毋是高雄的高铁站，还是你要去高雄要落去时，咱爱先快筛，都向动一间安尼，都再筛入去安尼。安尼来讲哇，咱台湾遮细地尔其实嘛毋是真好的代志。其实我是感觉讲这金门啦，还是讲澎湖这父母官因若真正有这个需要的时阵因有出发文无毋对，咱无甲回文讲会使啊，爱着大主大意去甲做所以这有冲突性是较悬啦毋是讲因想的毋对，咱其实会使体谅啦但是就讲若即马真侪代志拢是大家无互相想到对方的立场啦所以做了无啥好势，才有即款冲突。其实因指挥中心嘛是爱讲啦，莫讲我干那要全国一致啦为什么理由讲我这离岛啦我这来万一爆发安怎？伊爱互一个讲法，互迄个乡亲爱互伊安心，互伊的父母官对伊的民众有一个交代。莫讲伊大概敢若讲用小强的安尼其实安尼落来指挥中心已经真无用啊，做这防疫已经真无用啊。如果管这，我看一个头毛两个烧啦应该这款代志人若甲你提出这个要求的时阵你讲较坏。还是买你爱共讲一下，莫讲咱发文来，你也无爱插人到底是毋是公文搁塞车还是啥，这咱毋知啦但是照金门县的迄个县长讲的，就是讲咱有发文啊，伊无甲咱讲，但是咱赶紧要做嘛这其实讲起来咱嘛是听起来嘛真心酸啦咱应该互相体谅，咱全体咱讲同岛一命，伊甲咱无共道咧，伊嘛是甲你一个道咧对，伊即马安尼先做咱其实爱甲体谅啦。安怎做较有咯？这是应该咱做迄个咱做官的人爱做较考虑较详细。OK， 这是金门的部分中央甲地方这个无共调这个部分。另外，咱讲到这个台北市政府遮嘛有家己这个作为伫咧。咱看来讲快速体检，若是讲是有迄当阵阳性20分钟了后，可能这个结果就出来，直接送入去这个咱讲这个集中办的这个防疫旅馆啦另外这个中央是讲一定要 PCR 检验了后，咱讲快速体检，你若是阳性，中央的立场是讲你就是踮厝，等我通知再甲你送入去集中这个检疫所内底。但台北市的这做法无关，先搁请教这个研究员。因为即马这个就是咱的快筛即马抗原的测试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啦。OK， 就是因为即马准确率85%嘛。伊甲 PCR 的方法就无共 ，PCR 的方法，基本上拢95以上，拢会使准确会摕到。所以即马来讲，但是咱即马要应付的是大量的一寡检测的一寡试剂啦一寡简体啊啥物，所以即马快筛其实是有必要啦。我即马看法是其实有必要。但是你知影，当然嘛，伊嘛有一个所谓的准确率的问题，所以咱其实爱搭配的，因为你即摆咧快筛时间最重要。头一遍快筛
你即工的身体状况，甲你两工后，你赶快去做快筛，有时会无共哦。为啥？因为迄时阵你要测抗原先测无对，但是你两工后是病毒量提悬啦，你搁来测时就测会到。是啊，但是 PCR 伊就较灵敏嘛，伊可能第一工伊就测到。OK， 所以伊这有一寡所谓缺点。所以若做快筛吼，我知影即马像人美国嘅做法吼，伊就是要集中开始做快筛时，伊是毋是讲看一遍哦？伊要两个摆柱，两遍，每一个摆柱两个测试点，两个时间性，伊去测试啊，再来决定讲伊会因为加强伊所谓的准确率嘛。啊，这时阵再来报请讲，伊阵 PCR 要做啊，歹做。所以其实咱嘛会使安尼做，但是当然。这就跟伊你的检验试剂的量有关系，所以我即马也是回答来讲，台北市政府伊安尼做其实是对的。OK， 但是呢，目前特你要考虑就是咱即马的量是偌济，这是头一点。第二点是，咱有法度讲两个牌子无共时间检了两遍，安尼有方法会使做无？因为你对这个人，我去检的时候，我要走两抓，啊去检，对来讲嘛是一麻烦。所以我咧想法就讲，再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是。但是目前我倾向是，伊安尼做，其实会使做快速，会使说安尼检测，巡查一遍是讲，咱来热点的部分的居民内底，伊的到底的阳性率偌济，初步就简单的嘛。你若硬确定是阳性的，因为咱即摆就是讲，迄快筛试剂嘛分哦，分讲是，我入落去迄颜色，较深的还是较浅的，那较浅的代表是讲有可能。是伪阳性，是那个这深的就代表还是无问题。从这个部分，你会使就马上就去 PCR 处理，就使做所谓后续的举动。了解。但是你若伪阳性那根本有敢若无的，迄种颜色有敢若无的时阵，迄阵来看是不是在第二个厂牌做过来做 ？OK。那安尼就在缩短你检测的时间，则袂好像我头仔讲的，就个黑素，所谓黑素就是我明知伊无症状。我也无感觉，我有按什么艰苦的所在，我有什么要去做检验，去热点做快筛，伊就无迄动力嘛。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能在补足，像咱即马筛检的量能上的不足，因为 PCR 你即马知，每次这个 PCR 有一个量能嘿。啊，搁爱搁等，这时间是这时间就过去啊。头拄仔咱讲啊，这个快速体检吼，这个若是阳性台北市的做法，就甲你送去这个集中检疫所。啊，另外吼，咱讲这个中央的这个做法是头拄仔讲的，这个 PCR 阳性才送去这个集中检疫所。当然嘛有看到讲啊，真侪人吼伫厝里等确诊的，等到这个过星期，吼有即款这个案例伫咧。啊，即阵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台北市的做法是讲，你的快速体检若是这个阳性的话吼，咱讲这个部分体检。直接吼，这个国送 PCR， 你就先注文吼，先注明好说，伊讲哇，这就是快速体检有这个阳性的这个部分，你 PCR 就紧来去做吼，这个检验这部分，因是安尼来做吼。但是咱看到讲台中市当阵嘛传出着这个一间大学啦吼，去这个暗时啊去唱歌这个案例，迄当阵哇，台中市足惊吓，讲吼哇，迄当阵确诊的这个人数差不多17个人来到7个人来确诊啊吼，所以紧急吼，伫咧吼大学内底做一个吼这个针指挥站啦吼，来去做一寡体检。哇，迄当阵看到讲体检人数甲1168个，啊，快速体检的这个结果是啥？29个阳性哦，这尔啊济哦，但是 breakthrough PCR 的确诊是0哦。这29个迄当阵若先去吼，这个集中检疫所也好啦吼，这个其实会影响到规个咱讲着病床的安置也好，也是讲吼，这个咱讲医疗人员的量能可能拢会出现影响，所以可能这嘛是这个中央指挥中心咧考量的。继续来请教李秘书。对啦，我一个感觉就是讲吼，中央因为这个疫情控制了无讲介好，所以地方已经开始咧袂够强就对啦。你甲因挑战安尼吼，对啦，开始咧控制啊，就对啦，开始咧控制啊啦。啊，当然中央一粒头毛咧烧啊啦，因为较早控制啊好，迄阵大家拢无会讲啊。啊，你即摆控制啊无好，当然大家就开始咧讲哦，你安尼，你著控制无好啊，你有啥物？你有啥物关系？佮要甲我讲，佮要我甲我压条条讲，我袂使讲话，伊即摆开始要讲话啊。啊，当然这嘛毋是一个好的现象啦。理论上，一个国家已经成立这中央指挥中心嘛，应该是爱照中央的指示来。啊，法律嘛是安尼规定啊。所以讲个地方当然伊嘛伊的苦楚的所在啊，但是咱来迄个当中，但是
照咱的法律行，咱是依法行政的国家嘛，嘛是爱照咱的法律来行啦吼。啊，当然中央嘛是爱变化啦。我讲，咱虽然是一个讲，你较早的，咱咧一直咧讲说，哎，滚动迄个调整嘛。啊，你即摆要顶滚动的调整，你嘛爱讲，你若真正感觉讲，哎，你真正无迄个无能力去控制遐济代志啊？你是毋是甲一寡权利，互迄个地方去决定？啊，嘛是一个办法嘛吼。啊，目前就是讲，即个讲，即个你较早啦，咱开咱历史来讲啦，一个皇帝若控制了好势，官位足悬，下骹的人拢袂讲话啦。是啊。啊，你开始你家己都内乱啦。啊，你讲下骹的人开始要想要独立吧，想要抗争啊，甚至是要跳起来。皇帝顶头跳舞都有可能啊！我是想讲安尼啦，当然，即个阳性率的检验的迄个即个物件吼，当然毋是讲100%准确的吼。即个牌子若真正讲20几个阳性的，啊结果迄个 PCR 核酸的检验拢零，是即个牌子吼，实在是这个牌子有问题啊，了解。讲实，因为你差太济咧，差太济咧。是。但是你即摆市面上的牌子有几啊种，毋是干一种尔。啊，若即个牌子真爱以后尽量莫用啦，用别种的，因为你生活的验到29个 PCR 竟然是零安尼。你准确率遐歹，是，你就尽量莫用。啊，所以咱若讲会当用快筛来解决即个检验，迄是真好的，因为即个成本较几百箍啊尔。啊，你 PCR 几啊千箍咧，啊时间咧一个15分钟。一个1、2工咧，当然咱嘛是讲，咱家己咱家己较紧解决咧，较紧知影会上好啊。啊，甚至伫国外，甚至家己做咧，家己做，会当家己做啊。迄一支锤啊，安尼入去鼻孔练出来吼，会当家己做。是，无遐困难，当然小可甲教一下啦。小我甲教一下。但是迄嘛是看到讲吼，这个全球吼疫情吼真严重的这个所在，因为这个吼，这个 CDC 也好啊，这个卫福部啦吼，这个其他国外拢有安尼来去做。但是即阵咱的这个卫福部吼，若是讲你伫网络顶吼集团去卖这个快速体检，可能已经这个违法啦吼。咱嘛看到讲咱的这个法规还未开放啦吼。啊，另外咱嘛讲到快速体检需要安尼侵入你的这个鼻啊啦吼，这个内底。真正无爽快啦，佮请教这个林秘书啦，真正虽然咱讲国外已经有开放安尼，但是这避免着讲吼，大家民众吼去做一寡这个体检，因为体检买手嘛是爱判吐，这个吐的这个部分较重要。对啊，我讲吼，咱若病历无遐济，尽量互医生去做，医护人员去做。但是即摆就是讲，你规个医疗人员都无用甲要死啊！迄阵，全国遐济人。得到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感染，是，你无能力啊！迄阵只好爱开放嘛，爱开放。OK。哦，国外嘛是安尼啊！你若伫平常时代无遐济人，尽量找医生。啊，就无法度的代志啊，控制袂了。当然嘛爱改变政策啊，袂当讲我一定是安尼就是安尼，袂使就是袂使。安尼你就无迄个无迄个大无迄个。咱讲弹性的弹性啊，对对啊，吼。无迄个压缩比的空间对啦。对啦，咱有一个政策爱随时间的情势无共款爱改变。是。哦，你一定讲袂使安怎，袂使安怎，袂使安怎。啊，都代志都毋是安尼，你都无法度的代志，咱若真正讲无几个人，咱医生做得好啊。啊，佮讲，阮即摆医生蛮麻烦的。哦。我做的吼，万一若一个讲阳性的，卫生局来讲，你即摆。接触到一个这个病人啊，你爱关起来，你嘛该隔离起来，你嘛袂使看病，所以以后就嘛唔敢做啊。所以是安那要开放这社区去做，就是安尼啊。OK。啊，你社区你有够无？你有遐济所在无？哦，爱死一遍爱偌久？啊，只要无法度的代志，就是讲啊无好啦，互别人家己做。啊，你也袂讲去传染互别人，也袂传染甲，袂互讲医护人员大家好。接触到这个病人，讲爱关起来啊，安尼嘛是麻烦啦。是，所以这咱是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精神，也无共款的政策啦。啊，唔爱讲一定安尼，一定安尼，无安尼袂使。
所以政策头顶嘛要做一寡这个春秋啦吼。咱看到讲咱的这个政策吼，随着这回这波疫情来甲遮尔热吼，遮尔强吼，其实咱看到讲吼，其实有淡薄对袂着啦吼。但是这个对袂着，咱嘛看到讲这个指挥中心嘛赶紧咧补破网。咱迄当阵看到这个校正回归了后啦吼，因为这个体检量大塞车，所以头拄仔咱的讨论内底有快速体检也好 ，PCR 也好啦。另外是毋是开放着个人来去做一寡这个体检的这个部分？原因是啥物？因为这个检验的这个需求真正有够侪哈，量能。咱看到讲吼，这个检验站也好，还是讲这一寡这个医疗站也好，真正这个人力吼对袂起来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只要吼这个疫情吼爆发这个检数吼来增加吼，就真够塞车。所以吼，咱看到讲这个校正回归内底，佫有这6天的这个时间差。咱即阵嘛要为着吼，互这个采检的这个部分能量来提升，然后卫福部遮有一寡这个奖励的这个措施啦吼。亲像讲体检站内底吼，这个社区体检站了后，咱本地通报吼，是安怎有这个来讲3天826例，然后就是因为通报伤过头麻烦吼，即阵该采取的这个 barcode 来去做了取代，然后另外咱讲PCR 这个检验。上悬补助这个500万吼，若是这个吼，这个阳性的这个结果吼，你主要吼拍起哩，吼就会当伫一寡这个 CDC 来去收到，个案的这个研判，才伫这个记者会公布啦吼。所以咱要甲这个校正回归，还是讲校正补天的这个状况，甲伊减到上少吼。头拄啊，这个周理事其实有讲到吼，这个500万吼一台吼。可能200多万吼，两台差不多500万的这个能量吼。因为过去咱讲吼，这个健保。其实有压缩着，吼，咱一寡这个检验的吼，一寡这个点数也好，其实吼，迄当阵真正咱为着要省吼，即回吼，才看到讲哦，这个破空伫遮，这个检验能量对袂起来，是毋是安尼咧？是，因为吼，咱这健保吼，讲实在啦吼，咱即摆来讲迄大，咱即摆吼，咱的迄个医疗吼系统是3级的病院吼，医学中心、区域病院、地区病院含即个基层医疗嘛吼。其实吼，咱有伊无共的迄个功能伫的吼，比如讲咱的迄个医学中心啊，伊是爱做研究啊，做教学啊，吼，佫是治疗遐重症的人啊，吼，结果吼，迄个伊迄重症的伊的迄个支付吼，迄钱伤少，无法度啦，轻可伊也要甲摕去做啦，所以吼，人啊省啦，吼，啥物拢一直省吼，所以吼，普通时啊吼，都无法度通医治，所以会乱去嘛。吼，你甲迄个医疗资源弄甲吼，变成讲无分别的时阵吼，即码直接个落去的时阵，伊就会乱去啦。是。头拄仔吼，之前有讲到迄快速采检要互民众家己用吼，我头仔看你迄图吼，你迄个图吼，迄个是吼，迄个用血，毋是用片啊。哦，即个用血，对，伊迄敢若咱吼要验血糖甲镀一空，爱用迄血就去。所以这张图应该是没有无，伊即款的吼嘛是快速采检，但是伊这吼是让迄个做抗体。咱即马咧用即个是用抗原，抗体就是讲你已经丢过，系丢过啊。用迄个血清啊，敢若讲迄个火车开在咧分 BB 啊，无较抓。吼，因为咱迄个民众看到讲。快筛哦，都是快筛，伊也无咧管这啊啦吼。伊顶届即个吼网络就是要卖遮个物件吼，但是伊即马嘛是有一寡民众有需要吼，是感觉讲，譬如讲有诶大型企业，伊无法度分流上班，一定要人到诶时阵，若有一寡伊诶员工是伫咧热区，是，还是讲吼伊有一寡可能有也是去加大过遐个所在。你若无互伊一寡，伊嘛毋敢等于互伊上班，万一来去逐个围着要安怎啦吼？所以指挥中心应该思考啦吼。若是讲吼，正经后摆吼，咱要开放的时阵吼，迄个企业还是讲民间，咱即马吼，有 PCR，咱即马会做迄个采检的，做完了这个做 PCR 吼，阳性的要带喺倒吼，PCR 阳性的要安怎，咱拢已经分流才真好势啊。后摆咧，若民众家己做咧。提起讲，我这阳性的，你是要行倒一条路？所以你若讲吼要开放迄进程吼，这拢爱先吼布置好势。你若讲想法开落去，大家做拢走去遐，你迄个牌子到底好好唔好吼，这嘛是爱注意。因为咱即马吼，咱即马迄个快筛的试剂吼，伊是因为咱伊紧急的迄公共卫生的事件吼，专案吼，互咱去做出来。吼，你讲外国人，伊哪会使去用，咱也袂使用。
外国人要看一个医生吼，你打电话讲伊发烧啊，伊甲你讲叫你啉水啉的吼，2礼拜你才看会到。2礼拜啦吼。啊，咱这吼，哎呀，你破病啊，医生遐你入去就看会到啊。所以咱袂使讲吼外国安全，咱就一定安全啦吼。啊，那你若讲外国较好的时阵，当伊旧年就国家安尼啊，是讲伊即马有疫苗，可能会甲咱赶过啦。吼，啊，咱就去学迄个较无好的吼。咱即马来讲，咱的力量还佫有够的时阵吼，咱用较悬的标准吼，啊做较正确的，较袂去浪费。啊，无你即马咱这个讲一下吼，咱若是吼，咱做迄个抗原的迄个阴性的吼，快速采检，就代表你即马无着嘛。是。吼啊，我即间无着，我今日无着，我是毋是明仔载佫做一摆，明仔载无着，我是要做到当时啦。哦。对不对？啊，你咪做到这个疫情结束，伊做到我过往去，啊，再变做对不对？啊，你做，啊，你就逐工做。安尼，你做到心肝才惊遐，唔知明仔载会发生啥物代志。所以说吼，这民众吼，伊的想法是真单纯吼，但是吼，咱这若是正讲要开放还是啥吼，迄一寡吼，迄个代志爱先讲好势。啊，无咱即摆，我头拄仔吼，林秘书有讲啦，咱上准的即摆应该是用片啊，我是耳鼻喉科医生吼，我要讲用迄吼，迄片啊，别人的片啊，敢若阮的灶骹你知道？ OK， 吼，阮逐工咧看病时用看，要闪倒位袂甲伤着啦。但是我要用我家己的时吼，我无看，吼，要安怎瞧迄个？要瞧吼，但是我嘛是会靠迄个感觉，因为阮对迄是真了解的。啊，你讲一般的人吼，伊有时啊就伫咧外口凊彩拉的。吼，啊，无哦，足欢喜的，啊，其实内底有啦，无准啦，嘿，对，所以这拢是爱考虑的啦。但是有些寡企业有需要吼，这我想吼，这嘛是指挥中心爱因为咱的经济嘛，袂使讲因为安尼讲啊好啦，都防疫啦，大家拢吼，企业拢倒去啦吼，咱无饭通食吼，啊活落来嘛无啥物意思嘛吼，啊所以这吼是咱咧考虑着拢吼，咱指挥中心的智慧。但是吼，我感觉我顶下来就讲吼，伊内底是真侪专家无毋对，是基层的欠。对，第一单欠，像讲即马吼，那迄个吼预防车你来啦，你要安怎做？是，你即马吼病院内底吼，大家遐无用啊，咧顾遐同情的人咧创遐个代志，咧做 PCR 咧创遐代志，伊搁要一寡人力出来，甲咱这做迄个预防车，阮咧基层的普隆社咧做甲下血，像林秘书因这吼小儿科的普隆社咧甲人做预防车，啊咱吼耳鼻喉科啊迄个小儿科啊个家医科吼，这吼普隆社咧做，啊个以前流感的时阵吼，阮搁带队去学校甲学生囡仔做呢，吼，啊你即马这有资源毋用啦吼，啊即马再咧讲预防车礼拜。阮即马吼，医师工会一直咧甲讲，咱即马吼先来讲看卖，看讲啊，甲时阵吼，预防车礼拜选，咱要安甲你配合。OK。迄指挥中心敢若听拢听袂落去安尼。卫福部即阵甲咱讲吼，因有即个征求吼，差不多5000多名即个护理人员。是啊，你护理人员吼，咱即马是讲吼，做即个预防车吼，咱迄个传染病迄个防治法内底吼。伊有讲吼，即个若讲吼，咱的政府有讲，是因为传染病的关系，你注射变咧医生治的无要紧。即摆若住落去，有人安怎？哎呀，护理人员要安怎咧？所以你看吼，咱即款预防车是新的吼，咱袂使讲吼，古早预防车，咱就知影讲伊头尾等于发烧喷一个退烧药互伊食就好啊。为什么爱观察半点钟？若出代志护理人员会晓急救的。你无甲咱的人命当做敢若种草的，对不对？吼，所以。伊迄护理人员有无要紧，但是你的医生爱到遐，吼，毋是医生去甲做，你医生爱在场观察看讲这人有适合今仔日做无，资料去甲观察，有啥物问题甲解决，当然做是护理人员伊是上熬啦，吼，应该是比阮较熬啦。伊干那咧顾迄尔，阮已经甲讲，你毋着先咱那个吼一寡吼规一个用好势，若礼拜时大家开始做，毋知做了较紧。我若讲吼像安尼的时阵吼。像他都喺研究员咧讲诶，做甲秋天我做袂了啦。你若要家己咧病院做，做甲明年嘛做袂了。OK， 吼，那有迄个预防车，伊即摆是无嘛。是。无的时候你毋去想，咱定咧讲，你还未发生的代志，可能会发生啊。咱就先来做这个工作嘛。我是感觉讲吼，指挥中心内底吼，指挥中心内底吼，伊应该吼，看来讲吼，伊听会落去无？阮医师讲话派一个人伫内底，吼。做义工也无要紧啦，吼，开会大家都讲有啥物代志，阮配合的，我就尽量甲伊配合啦。莫讲吼，阮踮仔咧画，画的，吼，有时迄个卫生局吼，伊足爱啦。但是顶悬的人无讲，
唔敢啦。吼，迄卫生局是爱甲讲你会使搞阮安怎偌好，对，伊是真爱。所以这吼，这个一个决策的这个中心吼，然后欠缺吼某种迄个某种的迄个宣教的时阵吼，其实吼也欠缺吼思考的吼有一寡缺点伫。OK， 是，就是欠基站的这个声音吼。头拄仔咱嘛讲到吼，这个规个这个整个指挥中心的这个思考吼，真正还对起着这个脚步啦吼。咱嘛看到讲真正咱过去的这段时间来吼，因为这个确诊这部分实在互人较惊吓，所以咱讲到即阵补拍网去做啥快速体检也好 ，PCR 也好，即这量拢大暴增吼。未来咱要5万的是这个预防车这个部分，咱嘛讲到吼，进前的这70万剂吼 ，COVAX 系统的，佮有一寡吼，这个系统咱买入来，拢总70多万剂啦吼。但是这嘛是吼应付着咱规个这个可能第一线，也是讲甚至第3波啦吼。开放到这个第8波会使去做尔。即阵咱嘛讲到吼，规个这个预防车能量拢还未压起来啦吼。咱嘛爱5万讲这个指挥中心会当超前来部署，亲像咱过去的这个时间共款吼。所以这个指挥中心吼，这个咱讲真正注意预防车这个能量。真正爱加强吼人力的这个部分吼，亲像头拄啊，这个周理事所建议的吼。另外，咱个回归来讲吼，这个校正补贴的这个部分，咱可能明仔可以看到这款这个数字，因为这个采用率也是个小可塌啦吼。昨人咧讲170例尔，今仔个200多万。200多例啊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数字的增加本地想讲，昨这个170例尔，可能会降落来，可能这个检验能量已经有够，但是今日个标200多例吼，表示讲其实也咧塞车啦吼，所以有一寡人的这个做法，但是咱讲这嘛毋是咱台湾的这个例尔吼，这个何必乡吼，伊讲吼，这可能是这个回溯伊的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定吼，伊讲这是头一届吼听到这款这个数字啦吼，另外吼这个为伊讲吼。爱依照7天的这个平均的这个病例数来去做这个回归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 ABC 吼这个报道吼，伫咧美国有一个这个所在吼，9月2日，本地9月完成检测了后，9月2个报14000这个14000例啦吼。另外 CBC Radio Canada 伊嘛讲到吼，这个差不多延前有这个3天吼，也佫有45000多份的这个样本也未完成检测啦吼。本地干那检测67个例较正尔吼。NHK 嘛是共款吼，有做这款的这个调整啊，所以确诊的这个人数拢会增加，但是这个数字咱真正卖弱啦吼。咱这爱弱的是吼。这个体检的这个速度，体检的这个提升啦吼，继续搁请教这个研究员吼，咱过去咧讲吼，这个高端也好吼，联雅也好啦吼，即阵呢这进度有人讲是这个进入这个第2期的这个收尾，咱嘛讲到吼，这个200万剂是向会这个先来吼，伫7月底来应急这个咧。OK， 即马咱根据吼，我即马所了解是，即马高端的一部分是第2期拢做了，吼。即马就是即马所谓的解盲，即马来分析伊的一寡个数据吼，摕到的数据，分析看结果是安怎，来使根据咱即马的标准，是毋是做紧急的使用 ？OK。联雅的部分是伊即马吼，剩较老年人的部分啦，65岁以上的即马人吼，佫少。是。伊即马佫咧上65以下的人吼，要拍的人数1500个人拢拍了啊。顶悬的65岁要拍800人，即马佫欠200人左右啦。哦，遮济。所以嘿，即马就是拼讲看5个月底使种，可能拢做拍了做完安尼。是。但是这部分呢，目前我知影是指挥中心6月就要开会啊，要来决定讲，是不是根据是不是紧急授权这2间来做临床上的使用啦。目前但是你若看做因为因的技术也是无啥共啦，这无啥共就影响到因的生产的数量。所以即马知影是讲，联雅的部分伊是生态疫苗嘛，因为生态疫苗制作方法较简单啦，所以呢，伊即马200万剂可能会先出来，但是伊的临床试验第2期要做较慢，是，所以即马就变的时间就差不多阮是咧算看7月底才发度。高端呢是伊即马第2期做了。但是伊影响的就是因为材料，伊即马材料目前呢，本来正是讲，目标是500万剂啦，即马材料进来无到500万剂的材料，去制作，所以呢，看有从100万先无，安尼分批次的，在7月底开始，到8月，安尼慢慢
会使跑到互民众去使用啦。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进度上吼，真正咱会当去希望吼，但是咱讲有一寡这个吼进度的这个部分，咱也是看到讲爱加强啦吼。但是我来讲，这是咱国产的哦。是。但是因为咱知影，包含大家报章杂志拢有讲过，因为外交部即摆努力嘛，所以这牡丹啊这部分其实真紧哦6月中差不多就会来啦。所以咱即摆看，咱即摆30万剂，甲即摆40万剂 AZ 疫苗，搭配个即摆6月中的莫德纳，其实你来算看，500万剂加70万剂入去，咱的第1类甲第8类一定拢有够。拢注刷，拢一定有够。但是我即摆其实爱呼吁的是讲吼，因为即摆足侪研究已经发现，咱莫执着一定爱拍2剂。是。恁即摆爱先拍1剂。一下就效果啊啦，一下，先甲一寡吼较越广的人数吼先拍，这拍了吼，伊就基础的保护力有啊啦。咱即摆是讲70%要80%、90%安尼尔，因为你拍第2剂会提高嘛，但是你拍第1剂就有啊。先甲迄人数控制愈侪愈好的时阵，对咱的尤其是阻断咱的传播链吼，才有效啦。是。即阵就是爱做长年的工课吼，虽然咱讲可能即个加龄过去，咱讲吼偌济工加龄即个部分已经无法度回到迄个时空背景啊，但是咱即阵会当做的，就是除了吼即个预防射入来了后，咱吼大规模来去做预防射即个部分吼。另外就是讲真正吼，你也是看到讲有的人即个礼拜4抑个是去即个草山吼去遐拍照，千万即个时阵咱就踮伫咧即个厝内底吼。阻断这个传播链，这是咱即阵爱做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讲指挥中心，甲咱讲吼，可能这个吼全国警戒这个部分会继续延长吼，嘛希望大家维持这款的这能量，继续来去吼，家己做好警戒。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和平情况，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